其实还是想给人带来力量的这么一部片子。你看人物被压到一个极致的时候，他怎么爆发，他怎么抉择。等等，别把孩子抱走，让我看看他。挺好。因为我以前就一度很低迷嘛，当时看反正也是动画片，然后觉得很有力量，瞬间一下就从阴霾中出来了。之后我就想，哎呀，如果说自己以后也能做这样的，就特别好。我们和粉丝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？像那一方面的东西的话，我们想的其实是比较少的，因为确实就是我们是坐在幕后的，我们的作品被粉丝认可，我们会觉得很开心。但是我们真正的工作，其实还是专注在我们的制作当中。割不割什么之类的话，讲点个人感受吧，可能以质量作为一个节点的话，也不一定是错的。当然，这个不是说是很骄纵、很得寸进尺，但是拿出一个不够打动自己的作品，在一个标准的时间给到大家看的话，我相信那会让大家更加失望。为什么喜欢玩摩托车呢？骑摩托车的过程中，你会觉得自己还活着，你会感悟到自己的这个蓬勃的生命力。而这个蓬勃的生命力，我们作为动画人又会把它用一种别样的方式赋予到我们自己的作品。怎么说呢？就有点光怪陆离的那种感觉，真实与虚幻之间。